大家好，歡迎收睇2026年1月4號嘅週末總課。今次咧就係2026年第一次同大家做功課啦。咁希望大家俾個 like 啦，同埋咧就將呢段片分享俾更加多嘅人，等佢更加認識咧奇異爸爸呢個頻道啊。同埋咧就如果你未訂閱呢個頻道嘅話咧，都記緊請你訂閱埋呢個頻道啦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哋睇睇今個禮拜嘅大市市寬先啊。但係你見到呢個咧，就係我哋奇異爸爸嘅獨家市寬圖啊。上邊呢條咧就恒生指數嘅收市價。而家恒生指數收市咧就係26,338啦，而恒生指數嘅市寬咧就紅色呢條。黃色呢條咧就係大型股嘅市寬，即係統計恒生綜合成分股嘅。而全部股嘅市寬咧就統計全香港嘅股票啦。嗱，咁講翻個市寬先啦。星期五啊，咁個大市啱啱翻嚟咧，2026年第一日嘅交易日咧就紅盤高開之後就不斷拉升，結果咧就收市升咗700點。嗱，咁個市寬咧都由低位咧突然間就扯上嚟啦。嗱，原本個市寬咧可能係得翻30幾嘅啫。咁突然間個市寬呢就由30幾咧升到上去63.8，63.8。咁但係呢個市寬咧都未係去到一個超賣嘅階段㗎，未去到超賣階段。咁即係話咧個市寬嘅趨勢咧就繼續係向緊上嘅。咁大型股嘅市寬咧就41.7，咁啊唔係升太多啊，反而大型股嘅市寬。全部股嘅市寬咧就係升到去33.8，就脫離咗呢個比較弱勢嘅階段啦。咁原本佢喺25樓下咧就比較弱勢嘅，咁而家咧就上翻25呢個分水嶺，就轉翻做唔係強勢啊，就只係冇咁弱勢啫。咁睇下個恒指市寬咧，就會唔會繼續係向上升到去75或者以上嘅水平啦？咁到時再同大家分享下。咁而家個市寬咧就叫做與大市同步啦，咁即係冇超買，亦都冇超賣嘅。咁即係話，如果呢一刻嚟講咧，你有貨嘅咁啊繼續 keep 住啦。如果冇貨嘅喺呢度入市咧，就可能係一個唔係咁理想嘅位置啦。咁你入市位通常就係一啲超賣嘅位置啦。咁你入市就會安全少少。如果你喺超賣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沽緊啲貨啦。咁啊有機會咧就出現回吐嘅。咁而家暫時呢兩樣都未必會發生住啊。咁一陣間我哋入去圖嘅時候，分析嘅股市嘅時候，再同大家慢慢講啦。咁市寬咧就暫時講到呢度啦。咁大家可以 cap 低呢個圖，咁就記低嗰個市寬嘅比例啊。嗱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睇睇呢個大市分析。嗱，我哋先睇香港嘅恒生指數先啊。嗱，恒生指數咧喺舊年2020年12月嘅時候咧，其實就橫行咗一段時間嘅，即係個波幅都唔係太大，都可能係講喺千零點之間嘅波幅啫，即係介乎25,000至到26,000幾，呢度都大概1000零點鬆啲下，咁都 keep 住咗成個月噶啦，咁成個月都冇向上或者向下突破，咁直至到去咧1月頭啊，1月2號翻嚟之後咧，突然間就升咗700幾點啊，700幾點，咁係一個少有啊，即係近期嚟講都少有嘅一個升幅啦。近排都未試過一個突然間升700點左緊嘅升幅啊。咁之前試過啦，500幾點啊，400幾點都有，咁但係700幾點嘅升幅咧，就已經好耐冇見過啦。嗱，咁大家唔好開心住啊，因為呢個700幾點咧個成交啊，只係得1400億啫，因為冇北水喺度啊。咁冇北水喺度咧，咁呢個成交就乾升啦。咁會唔會北水一翻嚟咧，見到已經大升咗咁多咧，咁就開始有啲
獲利回吐咧，咁令到個市啊跌翻落嚟少少都唔出奇嘅。再加上咧週末期間啊，咁啊美國亦都攻擊咗呢個委內瑞拉啦，咁亦都總統亦都俾人捉埋啦。咁呢樣嘢咧就有機會都令到個市場有啲震盪嘅，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啊。咁有可能啲700幾點咧，或者會有可能有一半啊，可能有一半咧就回吐翻出嚟㗎，可以。咁啊要留意翻星期一嗰個走勢啦。嗱，如果你之前有留意我哋嗰個10大期指倉位咧，其實嗰個期指倉位咧喺舊年年尾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冇減到嘅，反而係仲加咗啲，就去到超過1萬張嘅。咁啊唔知道會唔會大戶一早預先知道有呢個即係轟炸嘅情況出現啦。嗱咁啊，所以沽空方面咧，大家都要留意翻啊，因為有一個10大沽空其實都幾多嘅，都超過1萬張嘅。咁所以呢個升700點呢個咧，大家就睇住先啦，就唔好話即係係一個升市或者呢個大升浪嘅開始就未必啦。嗱，我哋睇翻其餘嘅指標咧，其實就啱啱就有機會咧就升穿，所有嘅指標都係升穿嘅。譬如有莊盤咧就升穿零線以上啦，莊家線就啱啱升穿咗散戶線啦。咁但係咧就要留意翻星期一，如果個市啊跌翻落嚟嘅話咧，呢啲指標都有機會跌翻落嚟㗎，即係未企得定上去㗎。咁如果啲指標全部企定翻上去嘅，咁啊全部升穿嘅，咁當然係可能係一個升浪嘅開始啦。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嚟講咧就未得嘅，即係未確定到嘅。嗱，我哋再睇翻咧之前啊，嗰個黃金比率啦。嗱，其實成個恆指咧，由呢一波升上嚟啊，就由萬幾點升上嚟咁樣，14000幾點，升到上去咧就27381點。咁其實佢回吐翻去0.382嗰個位，0.382嗰個位都未試過嘅，都未掂到過0.382嗰個位，即係24200啊。咁啊一直 keep 住喺25400，即係0.236呢個位啦，幾次都係喺度上翻去嘅。嗱，呢個周線圖啊，因為周線圖嗰個禮拜都冇跌穿過啊嘛，唯一跌穿過一次嘅，咁下個星期又上翻去啦。跌穿過一次就2022年11月嘅時候跌穿過一次收市，咁其後嗰啲升每一個星期嘅收市咧都企住呢個0.236，即係25400嘅樓上。咁而家呢一刻嚟講，25400都係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，咁所以近排嚟講咧，只要佢唔跌穿25400咧，咁我哋都有機會上望翻去27300啊，27300上一次嗰個頂位個水平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佢再升穿埋27300，咁即係確認咗係一個繼續上升嘅勢頭啦。咁而家呢一刻，我哋都係保守估計佢係有機會慢慢係去翻呢個27300嗰個位嘅。不過留意翻1月頭有機會會轉勢嘅。即係話咧，1月頭咧，佢有機會係可能先升高完之後，會再回翻，都唔出奇啊！嗱，跟住睇下 A 股啦。嗱，A 股上次咧個高位就喺4034點，咁啊而家係好接近上次嗰個高位㗎啦。嗱，A 股咧嘅指標咧，其實就早排已經係確認咗係上升嘅，咁而且係連升咗4個交易日嘅拉升指標，話出現咗4次。OBV 亦都升穿咗啦，莊家線亦都升咗散戶線啦，反而港股係第一日係接近呢啲升穿嘅位置啫，咁係未確認嘅。咁反而 A 股咧就已經係確認咗係向上㗎啦。但周線圖都係之前周線圖咧 A 股咧係連續好多個星期咧係出現咗拉升指標嘅，咁已經暫停咗啦。咁但係咧過去呢個星期咧亦都係重新出現過拉升指標，咁所以 A 股可能仲有機會係繼續係睇高少少啦。
咁啊，而家係暫時睇住佢前面嗰個頂個位置先啦，4034。咁下方咧就可以用翻個20天線嗰啲位啦。咁20天線亦都係接近呢條 EMA 線嘅，所以20天線嗰個3910點就係下方嘅支持位所在啦。嗱，咁至於美股咧，自從上一次有機會就再創一次新高之後咧，就第二個頂就低過前面嗰個頂啦，即係冇再創新高啦。咁尤其是道指啊，道指早排咧就比較強勢嘅，咁而家咧反而就道指咧有少少係向下嘅跡象啦。嗱，嗰個平均線咧就仲未去到空頭排列嘅，但係咧嗰個強弱勢燈號咧就已經係由藍燈轉翻做弱勢嘅黃燈啦。嗱，雖然間星期五啊，即係上次收市咧，係一個陽燭，但係咧佢都冇轉翻做藍燈啦。咁同埋留意翻個 OBV 會唔會向下跌穿啦？咁而家暫時嚟講咧，美股即係道瓊斯啊，都仲係一個比較強勢嘅水平嚟嘅。只要佢唔跌穿下邊呢條 EMA 線啊，嗱，因為呢條 EMA 線長期佢都係一直都保持咗喺上面嘅呢條 EMA 線。嗱，EMA 線咧就而家個位咧就大概係4730組啦嚇，47300，4萬唔係4700啦，47000啊，47300點咗緊嘅。即係話其實如果道指唔跌穿呢個位咧，仲有機會係慢慢一路斜住上去嘅。咁佢個波幅就可能係介乎係47000至到48000呢個水位度啦，47000至48000呢個波幅水位。咁而家啲指標咧就唔算差嘅，keep 住係強勢嘅階段啦。咁納指咧近排就比較差少少啦，已經做咗3個頂咧，都每一個頂比一個頂低㗎啦。嗱，呢個就比較嚴峻少少嚇，佢一頂比一頂低。即係而家做緊一個叫旗形整固啦，或者三角形整固啦。你見到上面呢個一三角形咁樣一樣。咁如果佢係向上或者向下突破咧，都有機會係出現一個新嘅趨勢嘅。咁但係而家就未有啦。咁反而咧呢個納指咧就有機會咧就向下調嘅機會就大啲啦。道指反而係冇問題。反而納指咧嗰個有張盤呢度咧就已經係去到零線嗰度啦，甚至係低過零線少少啦。咁啊，莊家線係仲喺上方嘅，OBV 暫時嚟講都仲係喺上面，不過就有少少向下嘅跡象啦。咁而強弱勢燈號亦都轉咗黃燈，咁所以納指就要小心啲啦。下方嘅支持位咧都係呢條 EMA 線啦，咁啊23000點。23000點，如果跌穿納指跌穿23000點咧，佢嗰個跌勢就可能加劇啦。咁大家要留意呢個位啦。咁至於標普啦，標普同納指都差唔多，亦都係開始轉翻弱勢嘅。下方嘅支持位亦都係用翻呢條 EMA 線啊，咁啊6765點，6765。強弱勢嘅燈號已經轉咗黃燈㗎啦，咁平均線咧就暫時未去到空頭排列嘅，不過就有少少向緊下嘅跡象。莊家線咧都仲喺個散戶線嘅上方嘅，OBV 就冇乜特別，未係向下嘅，咁依然係 keep 住一個平均線嘅上方。咁嗱，呢度標普咧亦都係做咗3個頂㗎啦，呢個頂、2個頂、3個頂。不過咧就標普嗰個頂咧就唔係一頂低過一頂嘅，咁係差唔多係最近呢個頂係創咗新高嘅。咁標普又比較好少少啦。咁嗰個
下方支持位就用翻6765啦，咁而上方就用翻上一次呢個高位啦，6945，暫時就睇住呢兩個位先。嗱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睇下啲沽空報告啦。嗱，你睇到嘅呢個咧表咧，就係累積沽空嘅情況，而最新嘅累積沽空就係平保係第一位啦，有成708億嘅沽空嘅。小米就第二位，就325億。9988阿里巴巴就係276億嘅沽空。紫金就第四位，就252億。3690美團就249億。700騰訊就213億。9992泡泡瑪特咧就187億。1211比亞迪咧就係184億。而3968招行就169億。第10位就係1024快手就117億。頭嗰10位咧都超過100億以上嘅沽空㗎啦。咁而第11位至到20位咧，咁啊自己可以睇睇啦。咁啊，至於今個星期咧，平倉同埋加沽嘅情況就都可以值得留意喎。嗱，今個星期咧見到個市係爆升上去㗎嘛，爆咗700幾點。咁你見到咧平倉方面咧 ，ATMX 都有份喎。嗱，見到即係基本上係大型嘅科網股都有份，所以你見到星期五升700點咧，其實基本上係由啲科技股指數大升上嚟嘅。譬如小米啊、阿里巴巴啊、騰訊啊、美團都有唔同程度升幅，再加埋嗰啲晶片股啦，譬如咩中芯啊、華虹啦。嗰一紮同埋啲 AI 嘅部分嘅股份一路升上嚟嘅時候，就帶動咗成個科技股指數升上嚟啦。咁你見到佢哋早排咧呢一紮股份係有平倉嘅，平得最多嘅咧就係美團，22億平咗，小米就平咗21億。嗱，小米近排係一個少有嘅平倉啊，小米不斷係加倉嘅之前，咁佢嗰個創辦人咧咁啊。講咗話2026年年尾咧就開始減持股份之後咧，咁其實佢之前一路嘅沽空就可能因為呢件事已經係公佈咗出嚟啦，咁啊已經係嗰個沽空咧達到個可能預期嘅目的啦，咁可能之後就會慢慢平倉都唔定啊。咁騰訊就平咗20億，而9988咧就平咗10億嘅。咁仲有1211比亞迪啦，都有平倉啦，1024快手啦，5號仔啦，1398啦，941啦，9999啦，呢扎都係有平倉，不過後邊嗰啲就平倉比較少㗎啦。嗱，至於加沽嘅咧，就個數量咧就冇平倉咁多，咁主要係集中喺隻2899紫金嗰度。就紫金就加咗16億，跟住就石藥1093就加到7億，3968招行近排都持續地加沽啦，加咗7億，2318平保就不斷創新高啊，嗰個累積沽空，9992泡泡瑪特就都加咗3億1072。咁呢隻電力股啦，咁樣都有加沽嘅，咁仲有隻商湯啦，1347華虹啦，1038啦，仲有咧就係1288嗱，呢一紮都係有加沽嘅，咁但係統計翻咧，你見頭先 ATMX 全部都超過20億嘅平倉嘅，咁反而見到加沽就唔算太多啦。咁睇完沽空報告之後咧，就再睇下呢個大行持股變動。嗱，對上呢個星期咧，其實大行就集中買幾隻嘅啫，就係買匯豐、5號仔，同埋咧近排少見喎，就見好多大戶買翻隻商湯喎。嗱，商湯可以留意下，咁就
仲有美團啊嚇，咁美團咧頭先我哋見到佢有平倉噶嘛，即係平得最多就美團啊嘛，咁亦都見到有大戶有買盤喎，咁下個星期咧就可以留意下隻美團啦。嗱，美團有機會係見底嘅，即係舊年年尾嘅時候咧，就基本上美團咧係最差嘅，成個藍籌股嚟講最差。咁我哋亦都喺上一段片嗰度講過啲狗股理論啦嘅策略啦。咁所以美團都值得留意嘅，可能2026年咧，美團都有機會翻身㗎。咁啊，視乎頭先嗰啲平倉會唔會不斷繼續啦。嗱，至於股方面啊，咁啊都係集中幾隻啦。咁見到咧就有小米喎，嗱，沽小米啦，見到集中，同埋騰訊。騰訊同小米就係 keep 住大戶沽貨嘅，咁可能係有機會就換馬啦。譬如舊年嚟講，小米都升得唔錯啊，騰訊亦都升得唔錯嘅。咁會唔會係將啲資金由舊年升得唔錯嘅，就換去一啲低殘啲嘅，譬如頭先嗰隻狗股3690咁樣咧，即係由騰訊就換咗去3690啦，似乎就係有少少轉倉嘅跡象啊，喺年尾嘅時候。咁跟住仲有一隻就2050喎，就係三花指控啦。咁呢隻就可能因為早期就升得多，或者上一兩個星期升得多，可能有亡定回吐都唔出奇啊。咁跟住就2318平保啦，都係持續沽貨嘅2318平保啊。咁大家可以留意翻下呢一紮股份啦。咁尤其是下星期可以望一望隻美團啦，同埋隻商湯嘅。咁嗱，呢度咧就冇任何買賣建議㗎，咁你自己投資咧就自己承受翻風險，同埋自己做功課啦。嗱，咁最後啦，就講翻每週選股啦。嗱，講每週選股之前咧，咁都再講一講呢個港股通啊流入嘅情況。嗱，過去呢幾日咧就其實冇港股通嘅，冇港股通啊。咁呢個咧就應該係再前一段時間嘅資料嚟㗎啦。咁但係都俾大家睇一睇啊。咁咧，你當早上一個星期啦嚇，咁流入最多嘅咧就小米喎，流入咗16億，招行就流入咗14億，港交所都流入咗14億，阿里咧就流入咗14億，中芯就流入咗10億，而流出最多嘅5隻咧，就係中移動喎，反而係就流出咗成50幾億。盈富基金就流出咗大概20億，信達生物就流出咗7億，中石油同埋中國聯通就流出咗5億，似乎流出嘅咧都係一啲舊經濟股居多啦。咁而流入嘅話咧，就似乎咧就係一啲新經濟股啦，即係譬如中芯、阿里、小米嗱呢一紮，咁似乎假期之前啊，啲北水咧都特別留意緊啲科技股喎。好啦，最後咧就係講我哋嘅中長線選股啦。嗱，呢個年初至今咧，嗰個升幅咧就重新計過啦，因為咧就新嘅一年開始，亦都係計由2026年1月2號開始計啦，計翻啦。咁你其實睇翻上一年咧，我哋嗰個難當上一年呢個就唔係年初至今啦，係上一年嘅表現啦，或者250天嘅表現啦。哈爾濱電器舊年嚟講係升咗6倍幾嘅。嗱，我哋嘅選股裏邊，哈爾濱電器係最勁啦，升咗6倍幾。中人壽咧都升咗1倍。跟住咧就威盛就升咗1.6倍，仲有就招金啊就2倍，山東黃金就1.9倍，新華保險就1.6倍，仲有一隻中國黃金國際就舊年升咗3倍。咁啊呢一紮咧，仲有一隻3倍嘅就係百奧賽圖啊。咁同埋環球新材都喺近嚟都升得急嘅，就係升咗1.7倍。你見到我哋
舊年嚟講，呢幾隻中長線選股咧，如果你其中買中幾隻嘅話咧，咁其實都係有倍升嘅效果嘅。咁今年嚟講，一開始年初啦，跑贏嘅咧就係隻哈爾濱電器，依然係最勁嘅。嗱，舊年嚟講已經升咗6倍啦，今年年初至今亦都係佢領先，就升咗6%㗎啦。咁中人壽就緊隨其後，就排第二，就升咗5%。威盛就第三，就升咗4%。嗱，咁其餘咧大部分都有升幅㗎啦。咁至於環球新材咧，就頭個星期咧就有少少回吐翻啦，就跌咗4點幾個 percent 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留意翻啱啱年頭嘅時候開始，咁啊邊啲比較落後啲嘅，咁可以留意翻嗰啲啦。嗱，譬如新加入嘅有隻天樂先進啦，同埋咧就譬如TCL 電子啊，咁呢啲都係比較升得少嘅。咁如果舊年嚟講咧，就中遠海控都係升咗2成幾啫，咁亦都係有比較落後少少嘅跡象啦。咁啊，仲有其他，咁我哋睇翻而家個中長線選股個表先啊。嗱，咁我哋中長線選股呢個表咧，一直以嚟都同大家一路跟進緊個中長線選股，邊啲入嚟，邊啲出過出去啦。咁啊，大家都佢嘅表現咧，大家都有目共睹啊。即係唔係我哋特登係話佢呢日升咗6倍，你而家先揾到佢出嚟，咁梗係啦。咁但係其實好耐之前咧，你睇翻我哋個表咧。咁譬如哈爾濱電器咧，其實一早俾我哋揾到出嚟㗎啦，咁亦都係喺我哋嗰個持股裏邊咧，持股咗好耐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睇翻個記錄啦嚇。嗱，咁啊，富鋼量子都入咗嚟，即係唔止一段時間㗎啦，都有啲時間㗎啦。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，290啦。嗱，今次新加入嚟嘅咧，就有隻863 OSL，咁之前亦都入過嚟嘅。亦都早排，亦都上2個禮拜前啦，離開咗嘅，咁而家又入翻嚟啦。咁仲有隻1919中遠海控啦，亦都入翻嚟啦。仲有隻2631天樂先進就新加入嚟嘅，睇下會唔會成為今年嘅黑馬啦。咁上一次嗰隻舊年隻環球新材都無啦入咗嚟之後咧，都升咗成1倍幾喎。可能呢隻天樂先進入嚟咧，今年嚟講睇下會唔會都有一個唔錯嘅表現啊。咁啊，通常我哋呢啲中長線選股穩卓嘅股票咧，佢係好即係都有唔錯嘅升幅噶嘛。但係出邊咧，市場上面咧冇乜人講噶，即係譬如呢隻環球新材咧冇人講噶。咁但係佢都升咗幾倍啦，一點幾倍啦。嗱，咁新加入嚟嗰幾隻咧，就大家可以望一望啦，2631天樂先進啦、中遠海控啦，同埋 OSL 呢幾隻。咁另外啲黃金股咧，今年都升咗唔錯嘅。咁睇下2026年嚟講，會唔會再領先翻啊？嗱，今日嘅週末做功課咧，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先啦。以上咧只係一啲個人見解啦，同埋一啲圖表教學資料俾大家參考嘅啫，冇任何投資建議嘅。大家投資之前咧，就自行評估翻風險，同埋同你嘅投資顧問請得翻啦。咁下個星期咧，再同大家做功課。拜拜。